咱们再来一会儿啊，接着句子往下讲啊。81页最后底下那2，就是第二种语法现象。看啊，及物动词做谓语，有时一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在逻辑上也有动词的受动者的含义，但在句法上不是宾语而是状语。就是这个名词本来它是做宾语的，不是做状语的，但是呢它这个有时候这些名词啊，它可以做状语。像这个刚才咱们那个上面那个句子里头就出现那个Jelam Zeba，Jelam 是一个名词，就是威仪，Zeba 是个形容词，说优美的威仪，这本来是个名词性词组，但是呢它这个在这个句子里头呢，它成了做状语，这是在藏语里头啊，就是有这种现象。名词性词组呢做状语。咱们再来看一些句子的情况啊。下边说，有的名词加助词啦做状语，表示材料。他这是把这个名词做状语呢分了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名词后边加个啦呢，表示材料，表示这是这个用什么材料。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这就成了状语。努月样，这个本来不加这个撒，应该读努窝，因为是如果不加哪若是读娃，如果读这个加哪若是我，是吧？努窝，然后加上撒之后呢，变成努约，就是声母是乌，然后那个韵母是约，乌约约，努约，努月样，扑窝啦麦吧，先看头一个词儿，不加撒努窝是什么呢？是这个弟弟，努窝是弟弟。这个多学一个词儿啊，奴，单独这个奴啊，奴是什么呢？就是乳房的乳，奴就是乳房的乳，它这个一般呢，它不单它用这个表示乳房的时候，它是努妈，加上那个就是妈，就是女性的这个词尾，努妈就是乳房。然后这个说努窝怎么就成弟弟了呢？它跟这个如果要是努哇就是动词的话，努哇就是什么呢？就是喝奶，就是用嘴直接吸奶，这是它动词的意思。就是努妈是乳房，努哇是吸乳，就是喝奶，直接从乳房喝奶。从这个动作呢，你就可以联想出来，努窝说乳房跟这个窝表示人的词合起来表示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同胞一块喝奶的弟弟。你把这个词啊这样联想，这个记下来。它这个奴，为什么这个奴跟那个乳房的乳呢发音有点相似？你可以奴是乳房，努窝是什么呢？就是同胞弟，胞弟就是这个一块喝奶的弟弟，努窝。记着串是吗？这是为了记单词这么讲，就是说这个乳房跟这个弟弟怎么联系起来，就是同胞弟，胞弟，就是这个一块喝奶的，加上撒就成了句格，就是这个主语。羊是右，坡呢
是哥哥。这个扑啊，这个哥哥，这个怎么这个就是联想呢？这个咱们前头啊讲过这个扑，扑是什么呢？两个意思，一个是吹的那个口气儿，噗，吹一口气儿，就是一个呢是山沟的沟头，就是一个山沟吧，到沟最高的地方，沟头。从山沟的沟头往外走的出了山沟，这叫沟尾就是山沟的沟头，扑，这是这个咱们前头讲过这个字。山沟的沟头扑窝就是哥哥，这是高处，弩窝是弟弟，扑窝是哥哥，这个扑窝是哥哥。扑摸就是加一个马哪热，姐姐扑是山沟的沟头嘛，是高的地方，扑是高的地方，所以呢扑是哥哥，扑摸是姐姐，扑摸是姐姐，弩窝是弟弟，弩摸就成妹妹了，弩摸就记住，弩是这个弟弟是小的，扑是大的，哥哥姐姐。现在是弟弟又对哥哥，扑窝拉对着哥哥，对哥哥干什么呢？妹吧说话。弟弟又问哥哥，他后边实际上是问的问题，或者你要是不说问题，就是弟弟又对哥哥说。对哥哥说什么呢？说后边的话，咱们来读啊。大摩迪，大是老虎，大摩就是母老虎，迪是这个母老虎，然后下边蛇数记啥？蛇数记啥？蛇是食物。食品，苏是拉丁，是这个拉的一个变化形式。这个记是什么？啥是吃？他问后边啊，谢垂呗，谢是所谓，就是说前边的话相当于一个引号，垂是问，垂这个加上个仨就是过去时。垂吧就是问了上边的一句话，弟弟呢问了上边的一句话，这后边说完了，咱们来看前边这四个这个单词，就是谁素记啥，记什么啥，吃什么。他问的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母老虎吃什么？这个吃什么前边有一个谁素，谁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名词加了一个拉，表示材料，就是谁是食品，它这个食品的这个材料是什么？或者是说他问他说吃什么食品，这个食品呢就是材料是食品，这个食品是什么材料？就是说他吃什么东西，就是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有一世释迦佛呀，他是三个太子当中最小的那个三太子，他那个全家呀出去到森林里头玩的那个累了，王后呢就搭了一个东西在那儿睡觉，就休息一会儿，国王也在那儿休息，大家都休息的时候，这个三个太子啊，他们这个年轻人呐精力充沛不累，他们三个就往那个里头走。结果走就看到了这个，从这儿啊就看到那个地方一个山洞啊，有一个母老虎，有两个小老虎，刚生出来的小老虎才几天，大概也生了有6-7天了吧。这个时候母老虎啊，因为生了之后它这个饿的它呀，它看着那个小老虎，老想把小老虎吃了，但是它又舍不得，但是它又饿的呢，已经就是连动都动不了了。这个母老虎，他们三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
那个他哥哥就说你看这个母老虎啊，他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他这个没有东西吃哈，现在已经饿的呀，说迟早他得把那俩小老虎吃了，因为他不吃的话，连他也饿死了。然后这个三太子啊，就是世家的前生啊，就特别担心，他就心里头就想办法，他就要救这一家子，因为母老虎要是死了，那小老虎也活不了，没奶吃。然后这个他怎么救呢？他先问，他说这个母老虎他先问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哥哥就说说这个他怎么生了这个小老虎怎么回事。然后他又问，他说这个母老虎吃什么呀？他想给他去找去，结果大概是他哥哥说吃什么，吃动物呗，是吧？那么老虎就是吃小动物嘛，吃肉呗就是吃肉。后来这三太子一想，这上哪儿去给他找肉啊？你要给他抓个别的东西来，你这还不是成杀生了吗？后来一想，我自个儿这不是就是肉吗？最后他决定就是以身饲虎。这是这个故事。咱们来看这个句子，大概没什么问题了哈，咱们来读一下吧。努岳阳扑窝拉麦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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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摩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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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苏记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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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七百，写七百，写七百。写七百。弟弟又问哥哥，这个母老虎吃什么食物？就是它的食物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就是吃什么东西，就是这样来问。好，下边也是跟这个故事接着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故事也讲一下，就跟后边后来这个都问清楚了之后啊，他心里就琢磨怎么救这个老虎的时候啊，一边三个人就往回走，走着走着呢，他就跟俩哥哥说你们先走，我有点事儿，那个一会儿我就回去了。他哥哥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母亲醒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一个老鹰啊追3只鸽子，最后就把那个最小的那个鸽子给抓住，给吃了。他那个时候印度有这种迷信了，就是这个鸽子代表灵魂，他就想是不是这3个鸽子是我的3个儿子呀？我那个最小儿子出事了，他最喜欢那个最小儿子，然后吓醒了，他就跟国王说这个梦，说了梦之后，国王就派人到处找，结果找不到，3个孩子都找不到。结果正找的时候呢，2个哥哥回来了，回来他母亲就赶紧问说你弟弟呢？说我弟弟一会儿就回来了。说那就放心了。结果等一会儿不回来，结果呢就又去说，后来他2个哥哥就想明白了，说肯定他回去喂那个母老虎去了。肯定是因为一想他问的那个问题然后就赶紧就带上他父母就往那个母老虎那走。结果到那个母老虎那的时候呢，一看已经吃的就剩一个骨头架子了。就是前边咱们在讲心经的时候讲过，他最后他去喂母老虎的时候怎么着？他把他胳膊伸到母老虎嘴那儿母老虎都抬不起嘴来，就没有抬嘴的力量了。那他怎么办呢？最后他就拿一个木棍儿把他的胳膊扎破，这不是流了血吗？然后把这个胳膊塞到那个母老虎嘴里头，母老虎呢就吸那个血，吸了一会儿血呀，就有点张嘴的力气了，然后就张嘴从这胳膊上撕肉，撕了胳膊上的，撕了这个胳膊再给这个胳膊，然后连腿上的最后呢就一点点越吃力气越大，最后就把它吃的就剩一个骨头架子。他父母赶来之后呢，一看就剩一个骨头架子了。然后注意看咱们来学语法意义是有的名词呢加哪做状语表示方式，就是有的名词加个啦表示材料，说它食物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有的名词加个哪表示方式，就是从什么状态下来做，由什么状态中来发生，就是有。咱们看说君灭你，君灭你，国内怂，
国内怂。国内怂。君猫，君巴是长者、家长、主人啊，主人。这个君巴主要是主人。君猫呢，就是女主人。女主人呢，经常表示这个王妃啊，就是母后啊，国家的女主人呐、有这个地方就是王后。君猫加了一个撒就是句格，就是它是主词。君灭你，主词它干什么呢？怂是那个前头刚碰到过，是抓取，就是那个紧巴的过去时，过去时，他这是叙述故事嘛，他就说当时他就抓住什么呢？国内，国是头，乃是表示方式，就是他抓是怎么抓呢？他是用头抓着他的头，这个如果要是从这个就是你看句子的时候呢，你因为是乃，所以就是通过头来抓，就是通过这个头来实现他抓的动作。你就是来理解他的那个互相关系啊。乃有这个从什么的当中，还有这个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头的方式来实现他抓的动作，实际上就是抓住头，就是他也不是抓，你看他翻得很好，他说扶着王子的头，就是抚摸着，实际上他那看不到儿子了嘛，他就看到骨头架子，好像这个儿子还在那坐着了，那个骨头架子就是矗立在那儿，是坐在那儿的，让那个老虎吃完的，那骨头架子没倒，所以他呢是扶着王子的头，实际上是就是那个骨头架子头骨实际上是扶着。然后给别你，这就是国王也是一个主语，他呢也是怂，他怎么怂呢？他是拉巴内怂的，他也是怂，他也是抓着王子，他是以什么方式抓着呢？是通过手来抓着王子，通过手的这个方式来实现他的这个抓的动作，就是拉巴手，通过手来实现抓，就是国王呢扶着手，就是抓着这个王子的手，抓着干什么呢？后边这个呆就是后边还没完，后边啊，却爱得呢，却爱是什么呢？是痛哭，却爱就是痛哭，嚎啕大哭，哀嚎，就是不是一般的哭，不是一般的痛哭，是那个叫嚎啕大哭，就是哀嚎，反正就是你就记住这个哭得很厉害的啊。的是什么呢？的咱们这个学过这个词儿，咱往回翻一下56页，翻到56页，56页这个从上边数1、2、3、4、5、6、7、8、9第9行，那有一个的 top， 它的含义呢，一个是种植栽种，一个是设置修建，这是两个意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做，就是加以施以做，就是做一个什么动作。这个地方就是做。咱们还翻回来82页，这个 deb 呢就取这个做的意思，这是这个过去时了。做什么呢？做这个嚎啕大哭。这个做它是施以加以，就是做嚎啕大哭。然后乃表示什么呢？表示方式，就是它的动词在后边，这两个人做的动词在后边，后边是什么呢？是女巴堂，吾不要撒，吾是哭，加上撒是过去时，女巴就是哭。哭呢，它哭跟哭不一样，他们哭呢描写了一下哭的方式，就是怎样哭，就是乃
乃表示方式，表示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哭，来进行哭。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做嚎啕大哭的这种方式来哭。描写哭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哭呢不是一般的哭，是用这个大哭，用这个嚎啕大哭的那种方式来哭。这是语法意义上这么来讲。实际上要是翻译呢就简单了，就翻个嚎啕大哭就完了。他这就是嚎啕痛哭就行了。但是这个语法你这个意义你得搞清楚，就是说这个乃是表示动词的方式，就是做状语用的。它实现这个后边的动作，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实现的。你看啊，王后是通过头来实现的抓的动作，国王是通过手来实现的抓的动作，他们的哭是通过嚎啕大哭，做嚎啕大哭这样的形式来哭的。这是语法意义。下边我们来读一下啊。君灭你国内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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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你喇叭内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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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爱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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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把糖，女把糖，女把糖，女把糖。这个糖就是后边还有动作，这个句子没引完，就不管它了。下边一个句子，태를葱巴nam，태를葱巴nam，태를就是在那里，是吧？在那里，或者是到那里。这个究竟是在那里还是到那里呢？这个要看后边的动作了。葱巴nam就是葱巴是商人，那么是复数，商人们。寄给寄了，寄给寄了，寄是一，给是句格，就是由这个一来做动作。后边寄又是一，拉就是对这个一来做动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对另一个做动作，是吧？就是互相。这个词就是寄给寄了，就是一个对另一个，一个对另一个，一个对另一个，就是互相。你对我，我对你，就是互相的意思。这是个词组。词组呢，有时候它就有了固定的含义，它就不按这个原意了，所以你就跟它联系起来记，就是互相。互相干什么？商人们互相干什么呢？明内别景，明内别景，明内别景，明内别景。别是喊，呼喊。经是连和后边的动作，就是他一边喊一边还做其他动作。这个喊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是通过名的方式，通过名来实现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用名字喊，就是喊名字，就是商人们互相喊着名字。看经后边还干什么呢？Gamla lipso， Gamla lipso， Gam 是什么呢？ Gam 是陆地，陆地它这个 Gam 呢，它经常做形容词，就是 Gambo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干燥。Gam 是基本含义是干燥的意思，干燥。就是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枯瘦，就是这个人太瘦，干巴。这个还一个意思是钳子夹子，主要两个意思，一个是干燥，一个是钳子夹子。这是干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在大海里头可能遇难了呢，这个可能找上船板啊什么，反正抓住能游的东西游。游呢，他们终于找到了陆地，他们就是互相呼唤着名字，互相喊着呀，就是互相帮着啊，这个往陆地上就登上了陆地。拉是向着陆地，
向着陆地，后边动词是什么？是 live 不是到达了，到达了陆地，哎，到达了陆地上。这就是那个大海里的商人们呢，坐船遇难了，哎，这是写这个。咱们来看这个语法现象呢，就没什么。语法现象还是上边那个，就是说乃前边是个名词，它表示什么呢？表示后边那个动词实现的方式。哎，通过什么来实现那个动作？哎，喊的动作是通过名字来实现的，就是说用名字来喊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语法现象。下边咱们读一下啊。忒儿，那这个忒儿现在就可以确定了，就是在那里，就是在这个大海跟陆地之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下边的事儿。忒儿冲巴南，忒儿冲巴南，寄给寄了，寄给寄了，明内别景，明内别景，甘拉勒索，甘拉勒索。下边一句说，有的名词加助词 key 做状语，表示工具所凭借的事物。这个呢，咱们前面见多了，就是加句格嘛，就是表示它是工具，哎，就是用它来做什么，凭借它来做什么。哎，咱们看具体例子啊。米预包喜，米预包喜，不要读米，就是不要三声，米哎就往上，哎，米预包喜，米是人，预包就是穷人，这个词很干净啊，就是穷人，预包就是穷人。要是动词呢，预挖就是贫穷，就是这个非常穷，预包就是一个穷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它预包可以直接翻成穷人，也可以翻成形容词，就是贫穷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形容词，形容前边那个米，贫穷的人还是穷人。习是这个不定指代词，就是有那么一个穷人。有那么一个穷人呢，他干什么呢？这个故事我讲过，就是有一个那个打柴的，他那个看到别人在那儿打扫卫生那个城门城外打扫卫生，打扫街道，说这干什么呀？说明天呢，那个佛要来，佛带弟子要来，我们这个供养佛。他一想，我也要供养啊，他供养什么呀？他没有钱呐，没有东西啊。后来他就想，有一个河里的石头子啊，是白色的，就跟玉石一样。哎，他就去捡了很多，然后呢，做这个宝石想供养那个佛跟僧人。咱们来看后边啊，队伍嘎包了，队伍嘎包了，队伍去掉整包，而且就无加上元音打弱，就是夺就是石头。这个叠屋就是小石子儿啊，小石头。这个家屋就知晓了，叠屋小石头。嘎包是白色的，形容这个石头。拉就是有这个就是材料的意思，就是前边是名词石头嘛，加上拉就是用这个做材料。后边啊，切贝努尔布，切贝努尔布，切是做是吧？做的过去时，做的努尔布是宝贝。哎，说用什么材料做的宝贝呢？用白小石子儿做的宝贝。实际上这个做呢，它并不是把它物理加工做了一个宝贝，它是在脑子里把它当作宝贝，就是想做宝贝，做宝贝想，完全是一个发心。就是我要供养佛陀，我没有这个钱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去捡小石子啊，我就把这个小石子当作宝石，当作宝贝，贡献给这个佛陀。哎，我福报非常大。后来他的那个福报就是
他那个后来啊，就因为这个因缘，后来多少劫之后啊，又碰到释迦了啊。他一生下来，两个手里头就有金币，他父母拿走就又出一个，拿走又把他们家的仓库都装满了呀，就是发现就是拿不完。然后到他出家之后呢，就是他一出家不是要给师兄们磕头嘛，顶一个礼，俩手一翻，一离开地，那个地上就两个金币，就供养佛之后，这个福报就这么大啊！就是还是用小石子做的这个宝石响，可见是什么呀？一切为心造，就是你看你怎么发心，不在你具体的说具体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嘛，就是看你怎么发心。这就证明他发心非常好，非常纯净，得这么大的果报。咱们看啊，就是用白石子儿做的宝贝，直接意是这样，实际上它这个做呢，就是想做当做，在心里把白石子儿当做宝贝，是这样。然后后边啊，巴日扛给，巴日是什么呢？是一把两把的把，就是一大把，一把豆子，一把，它这就是一把小石子儿了，一把两把的把，它还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印版印的书，印的书，印刷的书，印版、模子、相片儿。咱们前边学过一个这个不带仨的八日，就是照片儿，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八日就是照片儿，印版实际上这个印版还不是这个书，印版是印刷书的那个版。它这个八日呢，有时候是指印版，有时候就指那个印的书，有时候指照片儿。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把两把的把。这个地方是几把呢？后边是扛是几啊？扛是一把，就是他捡小白石子儿可能还比较费劲儿，捡了半天，凑起来一把，一把这个扛给就是用一把，就是做这个句格了，就是用句格表示工具，就是用一把小石子儿当做的宝贝，把小石子儿当做宝贝的，用这一把小石子儿，就是用一把小石子儿做的宝贝。用这一把干什么呢？下边的动作，给蹲啦剁内，给蹲是比丘，拉是向着比丘，剁是剖洒散布，比如说天女散花呀，这样剖洒的动作，剖洒散发，散布。还有一个意思是破坏，这个地方取这个剖洒的意思，就是向着比丘呢剖洒了之后，他把这一把小石子儿呢做宝贝响，向比丘们剖洒了之后，剖洒之后干什么呢？min lam chin bo de bo min lam chin lam 是这个誓愿 min lam 是誓愿，这个亲包是大誓愿，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做啊，在这儿就是做誓愿，就是发誓愿，是吧？说誓愿，他发了一个什么大誓愿呢？就是这个如果我说的是那个比丘的故事的话，他发的誓愿，他是撒了石子之后，他就顶了一个礼，顶礼完了，他就说希望以后这个佛能够度他，发了这个愿，希望佛来度他，他能够就是也成佛吧，就是实际上就等于是发菩提心吧，可能是发了一个大誓愿。也许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咱们就是用这个故事来帮助咱们来记忆这些词儿。你把这个句子呀读熟，反复的读，连词的意思带那个它的用法什么，
你都就记住了。这个所以说多读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方法。咱们来再过一下啊，说有一个那么一个穷人，他拿这个白石子儿做的宝贝，这个做注意，这个做就是当做把白石子当做宝贝，一把用这一大把白石子儿呢，给隆了做呢就是撒向比丘。佛过来的时候呢，包括有佛了，有佛有比丘，撒向比丘，然后呢发了一个大誓愿。由于这件事情，他结果在好像几十劫之后啊，因缘成熟，碰到释迦佛出家，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说这个要多做善事啊，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尤其是像我们成佛，所以呢，你就是要多积累你的善行，你这个互相因缘成熟了呀，它那个种子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咱们来读一读啊。弥于包喜，弥于包喜，德乌嘎波拉，德乌嘎波拉，切贝努尔布，切贝努尔布，巴尔康给，巴尔康给，给顿拉多呢，给顿拉多呢。民拉亲包德波，民拉亲包德波。下边第三种这个及物动词啊，第三种语法现象是这样说：及物动词的现在时和未来时这两个，注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现象，同时具有分别表达施动和受动的功能。这个施动受动也能叫成什么呢？叫能动和所动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及物动词的现在时啊，它就表示施动，施动者就是实施这个动作的，就是能实施这个动作者，所以呢它叫能动。现在时表示能动，表示能。这个未来时呢表示受动，表示所动，就是被动的那个东西。同一个动词用它的现在时跟未来时呢，分别就一个表示这个能做动作的能动者，一个表示所被动者，被动的那个东西。你看这个藏文这个语法现象非常重要。韩老这个非常强调这个能所，任何事物都是分能所的。他这个藏文呢，他用他的一个动词的时态就能表示出能所来。现在是表能，未来是表所。具体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咱们来加强这个印象。然后后边还有一个语法现象，现在时可以加转指后缀巴或者哇，或者巴或者这个波构成名词，表示施动者，表示能动者，表示发出动作的人啊，不一定是人啊，就是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未来时可以加巴或者哇呢，表示受动者，就是表示这个被动的东西，被动者。咱们现在就记住一个，就是说现在是表能，未来是表所。具体在句子里头怎么理解，咱们来看一个啊。第一个句子是这样啊 Jimba Namki Jimba Namki Jimba Jim 是什么呢？ Jim 是散发分配，散发分配，还有一个意思是供养献上，两个意思，一个是散发，一个是供养。供养有献上的意思。在这儿呢，它是做一个名词用的，不是动词。动词就读 jimba， 名词呢读 jimba， 读成这个双音节。jimba 是它，这是现在时。现在时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能动者。这就是什么呢？
散发的人，就是供养的人，献上东西的人，散发东西的人，分配东西的人，它就表示那个能动者，就是能够散发的人，这就表示能散发者。那表示这个复数，就是有很多人在散发。给，这是主语，在散发什么呢？后边啊，军巴除了，军巴除了，军巴是什么呢？军咱们说过，一个意思是显示表示，一个意思是说。军巴是什么呢？就是导师，就是说法的人，导师。咱们这个佛教里头呢，军巴那就是导师，就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了。这个地方呢不是，这个地方是除是六师，这是外道的6个老师。外道的6个老师，他也是军巴，他也是一个大师啊，也是一个说法的。6师，这就是外道，6师外道，外道6师。拉就是对外道6师，注意啊 ，chimna， 现在呢，把阿沃去掉，后边加撒，是这个过去时，就是散发的人对着外道6师呢进行了散发。这个拿呢是时间余格，就是进行散发的时候，就是他们散发了，他们完成了散发的动作，对着6师他们供养了，也散发了。在这个时候发生一个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呢？后边看啊，写塞 nam， 写是口跟脸的敬语，在这个地方就不表示口跟脸了，就加上它就表示后边这个词变成了敬语。这个敬语啊经常被这样用，就是一个什么敬语，它加上它之后呢，就表示把另外一个词变成了敬语，不表示这个敬语本身代表的意思了，就是这地方跟口脸没有关系了，就是它把后边这个词啊给敬语化。后边是谁？是食物。散发的人呢，这个给6师散发的时候呢，那么是复数，就是他散发的那些食物，因为散发的食物是供养给6师的，所以用敬语，这个食物也用敬语。供养跟6师的这个食物呢，食物怎么着了呢？看啊，食物现在这个食物成主语了，没带句格，这因为它不带句格不会误会，所以它没带句格。看这个食物怎么着啊？登给南卡拉帕得，登给南卡拉帕得，登是上面，上部上面顶上，登给南卡上面的天空是吧？那什么上面的天空啊？就是这个人上边的天空，就是散发食物的时候这个地方上边的天空，上边天空，然后拉就是向着这个天空，怎么着呢？帕是什么呢？是跳跃、飞跃、跳跃，跃上，跳上。这个食物啊，跳到了上面的天空，就那个食物啊就飞起来了，飞到人们头上边的天空上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之后呢，后边啊，chimdu mebar girudo， 这个 chim 呢又是这个散发是什么呢？未来时，就是后边没有撒，前边这个因为它机字是爬，前边也不能加爬，所以呢未来时就变成这个样子。未来时表示什么呢？表示所动、所施、所分发，后边跟一个拉丁，后边又跟一个梅巴，这是一个词组。
就是如果一个动词后边跟了一个拉宾，跟了一个没吧，这个没吧表示呢不可、不能的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不能分发，不可分发，做不到，分发不了，没办法分发。后边加巴尔吉鲁多，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国王信佛，他的儿子呢信外道，他的老师是六个外道的头。然后这个国王呢就经常劝这个儿子说：“你呀，你供养了你的老师啊，说佛也是这个很伟大的哈，你也应该供养佛。”这就是这个劝他。后来说的多了呀，这个儿子那也是父命嘛。这个古代讲这个道德了，父命不可违。你父亲说了这么多次呢，你也得供养一次吧。然后这个儿子啊，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怎么想呢？他让人去通知佛呀，说我明天要供养。让人去通知佛的时候啊，他先通知他的老师，先通知六道。他让六道先把好座占满了。然后呢，再通知佛。他认为呢，佛也不去。佛那个一说法那么厉害哈，说的那么那个也是第一，所以他觉得你叫他也不来。但是呢，我叫了你了，我父命执行了啊就行了。他估计他也不会来。然后呢，先通知老师，然后通知佛。结果没想到呢，他通知了佛呢，佛说行，领着弟子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呢，他那个六师不是都做好了吗？然后呢，佛呢，这个佛还没走到，那个六师一看到佛去哈，你猜六师怎么着啊？自个儿就站起来往那个末座上走，把那个首座呢让给佛。这个六师非常生气，六师心想这怎么回事？他就不自觉的就站起来了，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缘法，就这个因缘啊，他佛来了，他根本就坐不住。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佛一看佛来，他们就六师都站起来往那个底下走，都给佛让出座来。佛心里头当然什么因缘都知道，佛也不管他，就往那个带着比丘就往那个上座一坐。坐了之后，这个六师啊很生气，他就站起来还想往上座走啊，但是走不动，他就走不到那，他就定在那儿。然后这个太子一看没办法呢，来了啊，好，那你也不能那个什么，就让大家都来洗手哈。结果那个仆人吧就提着壶啊让大家洗手，结果这个洗手到那个外道六师那儿呢，那个水就倒不出来，流不出来。有的人呢，你给六师一倒呢，他那个壶啊就飞到天空上了。结果倒不了，那仆人没办法，太子只好说那先给佛倒吧。结果呢，到佛那儿一倒呢，洗了手，佛洗完了手，后边的那六师呢才能洗手。又是这样。然后那上食物就是什么，他也是嘱咐先给六师上啊。结果那个上到六师呢，往六师那一放呢，那个食物啊就腾空飞上这个上边的天空。就是你所示的食物变没了，这个不吃不了，那没办法吃不了，最后没办法，太子只好说那先给佛上吧。到佛那儿呢一上放好了佛的，才有他们吃的。这么个故事。到后来这个六师啊非常的不服，后来就跟这个佛呀要求斗法，结果最后斗的是这个死的死，伤的伤，对，一塌糊涂。那个还是那个护法吓得他们，最后那个护法刮起狂风，做狮子吼，吓得他们是就乱跑，有的就跑到河里，有的跑到什么，反正就是死的死，伤的伤。其实佛没这个就是佛就是那样的自然的因缘法。这就是那个里头的一段描写。咱们来再过一遍啊，说分析一下语法现象。准巴就是现在时表能施者，就是能施的人。由能施的人呢，他们呢是在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给六师做了分发之后，给六师做了供养之后，你看那个 Jim 就是完成了，是过去式。他给六师做供养，他东西也给他了。做供养的时候呢，这个食品呢
跃上了上面的天空，上面就是指人们头上的天空，也不高，就反正你够不着，就跃到天空上了。结果呢，没法分发，就这么一个故事，咱们来读一读啊。Jimba Namgi Dunba Chula Chimna写塞 nam 登给 nam 卡拉帕的침도 매발 기울도好，咱们再看一个句子啊，说米汤煮八包，米是人，汤是河，煮八包是完成者哈。咱们说过，佛教经常把这个完成译成修行，就是修行者。他在完成他的一个任务嘛，完成他的修行。完成者就是做修行的人。人和完成者，银被裸具，银吧就是是人和修行者的。裸具，裸是年，一年两年的年。具是这个，咱们学过这个词儿，是熟悉、详细知道、了解。熟悉、详细知道、了解，这两个词儿一合起来呢，说熟悉一年就是什么呢？历史。这俩字儿合起来，这个词儿是历史的意思。历史往事就是详细知道一年的事儿，就是历史。前辈，这是做的过去时，现在时就是前吧。做，前吧主要意思是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用的就是说的意思，说历史，说往事，说故事，说情况，说明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米拉日巴在那儿那个修行啊，可能是我记不确切啊。米拉日巴在山里头修行呢，他就吃草，蓖麻籽儿哈。结果吃那个草吃的这个人呐都绿了，人都变成绿的了，头发也不理，胡子也不剪，那个又长。结果这个后来有人碰到他之后啊，以为他是鬼啊，然后他就向他们说明了呢，我是人和修行者，我弄成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这个历史就不能说历史了，这个历史就是说我怎么来到这儿，我怎么这个修行了多少年，怎么吃什么，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哈。这个历史，说历史这个地方说历史呢太严重了，所以就是你看他译的说明情况，就是说明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绿的，变成头发这么长这个情况。整个句子就是说，我向他们说明了我是人和修行者的这个缘故缘由，这个情况，这个历史，这个往事。米拉日巴这个对他们说的话说了这么个情况。他这个注意啊，他语法现象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主巴包，主巴这是一个现在时，现在时呢表示能，表示施动者，就是完成者，修行的人，能修行的人，这表示能修行的人，不表示所修行的那个法。好，这是语法现象，就是现在时表能施动者，未来时表所受者、所动者、所做的事情。这是这个语法现象，读一读啊。米汤煮巴包银贝，米汤煮巴包银贝，罗具切贝，罗具切贝，
他给这个且吧后边加个撒，这变成了句格，一定是后边还有其他的用处。